新闻头起先来看中共前几天雄雄伟大军演，国际是拢真关心。外国媒体福斯新闻是讲，这2025年是有史以来台海局势上界紧张的时期。今年这台海悠远是严重受到威胁的区域。美国的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除了是批评中共军演是霸凌，嘛认为讲这台美应该建立协同作战的能力。 中共为台军演结束，依然继续对台施压。国防部车三发布查到强机4只，强难6只，国务船1只失礁台海。特别注意是，中共连续3天动用空飘气球，拦截下到出现在台中457海里。 国军严密警处强军的威胁，外国媒体福斯新闻总结2025台海局势，认为比任何时期更加紧张。即这摆中共军演伫无下过战争勘站，演练封锁，隔离台湾也测试美方加日本等国的反应能力。学者分析，中共军演的目的，反制美方伫台湾的军事部署，也就是用打击福建沿海的海马式导弹火箭。 100台的海马式对于这一个我们可以从台湾本岛直接对福建这边进行攻击，所以其实对于中共来讲的话，他会觉得台湾这里或许美台军售上面踩到了不出售攻击性武器这一条红线。 外国媒体报道，台海今年依然是去做甲威胁的长龙一区。美国退伍海军少将蒙哥马利批评，中共军演是公开霸凌，认为台美应该继续推动军售，应该建立协同作战能力。国防部拍算透过1.25兆的特别预算提悬战力，当中包含争取行真久的 M109A7自走炮，美方先点头未出，暗过传出干了60台，比军方武器较少。国防部正规署长黄文启接受媒体专访，声称数量依然有落差。不对称战力包括 OTS 无人机，还有海马式炮兵、飞弹这些。 为主那么在传统的载台部分更新的速度也很重要，但是就分批、逐次、逐年的达成。M109A7自走炮被看作是陆军火力转型的第一步。国防部表示，美方评估3年了后，确保用伫特别预算时间来交会。记者综合报道。